各位朋友大家好，每個星期日嘅晚上7點至8點鐘，只要你喺澳洲扭開收音機，聽住 Alive FM 90.5兆赫調頻，你就會聽到由我陳家輝，香港暢銷書作家同埋九型人格導師喺澳洲破天荒為你主持嘅一個廣東話節目。呢個節目嚟講呢，係透過性格認知幫你改善人際關係。我運用嘅係 Enneagram 9型人格理論，同埋 大家 MBTI。透過大氣電波，除咗聽到一啲粵語嘅好歌之外，亦都可以學識乜嘢叫做9型人格，同埋希望大家 MBTI 接住呢個電台收聽咗個節目咯喎，多謝各位。